放眼大台南，拓展新观点。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梁维珍，欢迎再次收看《放眼大台南》的节目。本期节目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泰式餐厅，它在网络上的评价非常好。可能观众朋友会认为说为什么台南市的泰式餐厅那么多，你唯独要介绍这一家呢？当然，我刚才讲过了，第一点就是它的评价好。第二点就是他的主厨呢是架杠偷行偷丢泰国人，所以他最了解当地的泰国的风味，所以他们做出来的菜呢绝对是最正宗的。第三点，不论是它的装潢或者是调味料，都是从泰国空运来台的，所以基于这3点的理由，我就是要介绍这一间的泰式餐厅。走，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我们进去里面瞧瞧吧。矗立餐厅外的大象与店名相呼应，户外庭园造景有泰国风的度假感受。连水池内的小白象也在喷水。屋顶及屋檐打造成的泰式建筑风与外面餐厅大门的泰式木雕，令人犹如置身泰国般。一踏入餐厅内，即看到由椰子壳、椰子皮手工制作的莲花饰品。红色灯具外的黑色线条，则是由椰子纤维制成，做工更是繁复，可谓自云有其数，探妙之天工。店内处处可见圣兽大象、屏风、摆饰品、木雕、洗手间的吊钩亦是大象雕饰。各式灯具皆由泰国引进。用餐环境宽敞明亮，装潢舒适典雅，怡然自得。复古又有现代感，令人仿若置身神秘的异国里。餐厅特别请到毕业于知名学府清迈大学，且在美国及泰国5星级饭店担任主厨的泰纳基掌厨。泰纳基来台已有7年的时间了，说的一口流利的国语，他会的料理非常多。我们特别请他示范咖喱螃蟹及酥炸柠檬香毛鱼的做法。今天要出的咖喱螃蟹的，然后先开始要搅蛋的。要打那个蛋黄跟那个白蛋的要打，大家要在一起的。然后是要加那个糖，然后酱油，然后那个蚝油，然后后面的是要加那个辣油。辣油一定要加后面的，不然这样是。它跟蛋是要这个分开的，然后要加那个咖喱粉的，然后要打一打，然后这要加是奶水。
好，我先炒咖喱螃蟹了。炸柠檬香茅鱼，然后这个是有口味的是香味的是香茅姜，然后那个柠檬叶的香味，然后是有味道的是有那个酸甜，然后一点点辣，然后先放那个炸鱼好啦，放进去，然后香茅，然后姜。红葱头、柠檬叶，然后辣椒，然后那个泰式的酱料，那酱料是有那个椰糖，然后柠檬跟鱼露的。然后那个花生，然后这个辣椒，然后红葱头的是炸的，然后是peppermint叶。不愧是主厨，做菜手法纯熟，技术高超，卓人老手，一展天下无人敌呀！各位观众朋友，看到我前面这么多的料理，你是不是很心动呢？没关系，现在我就带大家来品尝。带呢，不是带大家，是代替大家来品尝。然后坐在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店长王小姐。王小姐你好，大家好。那接下来就是让我就是陪着主持人，然后一起品尝这些美味的佳肴。好，那我刚才在厨房里面啦，看到我们的主厨啊，哇，他做这一道咖喱螃蟹啊，在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个味道超香的啦。是咖喱螃蟹这道菜啊，是我们店的招牌菜。是。那它最主要的就是除了新鲜的螃蟹之外，那它的这个滑蛋啊，是它最主要的特色。它就是用新鲜的鸭蛋，那它要让它的颜色跟螃蟹的蛋一样。然后它的味道要比螃蟹的蛋来的好吃。我刚才看那个主厨在做的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其实很滑顺。对，它的滑蛋哦，它没有做的太熟，因为太熟你知道吗？就是
变成已经不是滑蛋了。可是它这个滑蛋做的非常的柔顺，而且你吃下去呢，你会觉得很温顺。再来就是它有点类似像那个欧姆蛋的感觉，感觉非常的好。充满香气味道扑鼻而来的金黄色咖喱螃蟹，略带丝润柔顺的滑蛋和酱料，便让人不知不觉多吃了几碗饭。接下来的话，就先试试我们的月亮虾饼。哦，月亮虾饼，哎，可是月亮虾饼每个地方都有啊，为什么你要特别介绍呢？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可是我们的话，我们的月亮虾饼都是我们自己纯手工制作。是。不仅是我们的虾浆、花枝浆，那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那还有从它的调味料的调配，然后我们要一直拌，然后一直拍打到它有筋性出来。所以我们的月亮虾饼不仅是比外面一般来的厚实，还要有弹性。那炸的时候还要保留它原本的汤汁，就是吃下去不干有弹性，但是还会有糖汁。真的啊？然后你可以沾那个紫苏梅酱，就是甜甜的，这是小朋友很喜欢。吃东西呢，一定要先吃原味，那才是对的。真的都是虾仁哎。对啊，我们是纯的虾浆跟花枝浆，没有再添加任何的东西。真的有弹性，跟我在外面吃到的是不一样，而且它比较厚一点。不是那种比较薄的，是非常厚实的。月亮虾饼的内馅，每口都吃得到虾子，用料实在，吃在嘴里完全不油腻，成功虏获我的味蕾。那这道绿咖喱呢？其实绿咖喱在很多的泰式餐厅就是都很常见。那最主要的话，你能不能够就是把这个咖喱炒香是看厨师的技巧。这样的。对啊，那厨师功力很强哦。当然，就是所以每一家的绿咖喱吃起来就是味道都不一样。那我们会先把咖喱炒香了之后，然后加了椰奶。下去就是慢火让它熬入味。那它这道菜就是香香浓浓的，那吃起来吃完之后就嘴巴会有一点辣辣的。会辣吗？你可以试试看。我最喜欢吃辣的。它的原料是泰国的青辣椒，所以它才会叫绿咖喱。青辣椒，泰国青辣椒本身会辣吗？会，这是绿。真的吗？绿辣椒。对。我吃看看是不是真的辣，因为我很喜欢去泰国吃他们的东西。辣哦，还好。其实它因为有加了椰奶，所以它会调和它的辣度。哦，是这样子。对啦，还是符合当地人的口味啦，不然真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不够辣。因为我在泰国吃到那个泰国正宗的辣哦，我觉得那个辣真的是又酸又辣，我真的好喜欢。香气浓郁天然，口感温顺，浓稠度适中，鸡肉滑嫩好入口，口感丰富有层次。绿咖喱椰汁鸡是道非常下饭的料理。喜欢吃辣的咖喱啊，就是我建议真的可以试试我们这一道云香咖喱。你们的云香咖喱，为什么？云香咖喱就是用我们云香餐厅的名字，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厨他自己调配的一道咖喱。那它主要的话，它的辣度会比较明显。那最重要，它还加了新鲜的姜黄，不仅是顾到口味，也有健康。那它里面的肉呢，是用我们每一只猪就只有2条的那个猪软骨，那它是炖的非常的软嫩，对啊，就等于是几乎是入口即化。这喜欢吃辣的人，就是真的要尝试一下。真的吗？真的。它的辣有那个四川啊、湖南的辣吗？你试试看。好，我试看看。不要到时候我说不够辣。不辣，不辣。那下次我来这边，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跟主厨讲说，你太会吃辣，你给我泰国的辣。如果说我们真的敢吃那么辣的话，
不妨就是跟我们说，那我们就是会帮你就是调整一下，就是帮你回到那原汁原味的泰国，因为毕竟它这个肉，这个还是要给我们一般的大众吃啊。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蛮适合当泰国人啊。你是。好，那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菜呢？接下来这一道菜叫金沙鲜虾。哦，金沙鲜虾是，顾名思义就是为什么会叫金沙，你知道吗？就是蛋黄是您先最重要的。是，先可是您先试试看，它的口味跟它的口感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金沙，虾子很新鲜，有弹性，蛋黄有入味的感觉。我们主厨他特制的一些配料，当然免不了就是一些泰国的调味料。那它会跟着我们的食材一起下去拌炒。那重点就是让它的酱汁可以附在那个食材的上面。对，那它就是不太辣，然后有点甜，就是大人小朋友都还可以，就是还蛮喜欢的，就对了。好，那接下来介绍的这一道，记得我在啦，叫柠檬鱼啦，清蒸柠檬鱼啊，这是泰式餐厅一定必点的啊。是，但是柠檬鱼除了要新鲜的鱼之外，那它的酱汁酸酸辣辣是免不了，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做到说那么的，就是平衡？有的太酸，有的太辣，辣到不能接受。那它是不是有入味？这都是一个诀窍。那它的调的比例，这个也都是诀窍。对啊。那所以这个也可以依照那个，比如说。饕客他的需求跟主厨讲说，我要辣一点，或者是我不辣一点都可以，对，也可以，就是也是可以。像我们喜欢吃辣一点，或者是说要酸一点，这个我们是都可以依照个人喜好。那它这条鱼是什么鱼？这是鲈鱼。哦，用到鲈鱼啊，成本这么高啊？鲈鱼是一般人拢，比如讲开得了，较来吃鲈鱼耶。对，所以我们也是不能马虎啊。我们做的每一道菜，其实我们都有精心挑过的。真的不惜成本哎。好，那么接下来这道我常吃，所以我就不代替大家吃了哈。这一道汤是什么？这道汤就是我们在泰国餐厅或者是去泰国最常点的酸辣虾汤。这个颜色看起来好像还蛮辣的感觉。其实它这个颜色啊，是它的虾头。我们每天都会用虾头，然后烤过之后它会更有味道，然后用虾头下去熬高汤。这个我们每天都要熬很多个小时。我就是用虾头下去熬的啊。是，你要不要喝喝看？我当然要喝啊。然后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料。哇，里面的料好丰富哦！虾是一整只呢哦，你们真的是不惜成本。对啊，没秀挡住啊呢哦，真的是厉害厉害。对啊，那其实它喝起来有一点酸酸辣辣的，那它里面也加了很多就是辛香料，像香茅啊、香茅、南姜，那还有一些红葱头啊、柠檬叶去调和它的味道。酸度没问题。辣度呢？我等一下跟主厨再要一些辣的。对，喜欢吃辣的不妨跟我们说，我们就是会帮你增加那个辣度。泰国国汤酸辣汤，沙赫式酸辣两味，细细品尝后却是百味饶舌，通体舒畅，爽口开胃，也难怪是泰国菜的代表。这道菜我们叫酥炸柠檬香茅鱼，这道应该是会比较少见。对耶，我在泰式餐厅我真的还没有见过这道菜。是这道菜呢，我们就是除了把鱼，我们会先把鱼就是酥炸了之后，那我们所有的你看得到的这些那个酱汁啊，这些都要现做。那它的酱汁我们会用椰子糖下去调，所以它就是酸酸甜甜的。椰子糖啊？是，那椰子糖会比较健康。那它就酸酸甜甜的酱汁，那一点点辣，
然后还有你可以配着这些新香料、腰果，然后柠檬角一起吃。然后我们除了酸辣之外，你吃到最后还会有柠檬皮的苦味。吃一个看看哦。然后可以跟着那个新香，就是跟着这些配料一起吃。好，没关系。3度够。真的是吃到最后有苦的感觉。对啊，然后它还有加了新鲜的南姜，南姜会比较温和。对，而且本草纲目有记载哦，南姜真的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我不是随便说的哦，那是真的哦，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而且现在都有那个南姜定的那个保健食品出现了，所以南姜来讲，它是真的比较温和啊，跟一般的姜哦。我们的那个什么姜母啊，姜母是较呛啊，但是南姜它是比较属于温和型的。好吃，好吃。主厨的拿手招牌菜之一，柠檬香毛鱼，高温炸成酥脆口感，搭配主厨特制酱汁，吃完后绝对令人惊喜，云指难忘。我的妈！连我这么爱挑鱼吃的人都爱上这道菜哦。那这道腊肠呢，我们除了是用那个温体猪肉之外，它里面的新香料配料都是我们自己比例，都是我们自己调配。那配合着新鲜的猪肉来灌的一道菜。这道菜因为里面有香料哦，所以它吃起来不会像我们一般在吃香肠的时候，等下那油油啊，它比较爽口。这个猪肉的比例啊，其实我们都有就是斟酌过。对啊，它比较跟一般的香肠是不一样，它这是聊天很好的那个饭，就是这个其实放冷的也很好吃对啊，它不会说那种油腻，真的不会，因为加了那个新香料下去之后，整个都调和起来了。中和，那个味道是非常的温和的。在泰国来说，它就像一道就是大家日常的小吃，每天都要吃，大家都喜欢。那有的时候当早餐吃，这个烤肉串，然后配糯米饭，吃饱了我们就去上班。对啊，其实它是最简单的东西。早餐啊？对啊，因为泰国人以前大家可能经济能力没有那么的好。那大家就是简单吃饱了有力气，那我们就去工作。会不会他们是因为劳动者，所以比较吃这个比较有办法？对啊，消耗。对啊，非常感谢主厨为我们做这么多的一个料理，同时也要感谢呢我们的店长王小姐的介绍，谢谢你，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开始品尝了。另外，这位美女主厨苏拉瓦的果雕技术让我拍案叫绝。看看这白色的花朵，惟妙惟肖，色彩明丽。苏拉瓦也是有下过苦功夫，认真学习的。我开始学画水果半年到1年，刚开始要画中间，慢慢画下来，它会慢慢的漂亮，然后不要画大力，不然它会断掉。看着苏拉瓦在果雕时炉火纯青的技术做出来的作品，自然是鬼斧神工，线条流畅，灵活灵现，精彩绝伦，巧夺天工。这里适合3、5好友全家人一起聚餐。每到用餐时间，厨房总是忙忙碌碌，热火朝天，手脚并用，但却能有条不紊地将每道料理做到最完美。从他的名字很推荐，尤其那个上面的餐
我刚才只吃了一道，就是凉拌木瓜丝。那它的酱汁的搭配还蛮够味的，吃起来蛮脆口的，我觉得还不错。这样东西好吃可不是我说了算，连饕客也都这么说。看看餐厅内的人潮就知道我说的不假。餐厅内还有很多料理，值得您前来品味。今天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你知道吗？我吃到了主厨做的那么多菜的料理啊，10道料理我通通吃了，吃到现在我肚子好胀，但是呢，为了形象，压缩小腹。真的我觉得吃过那么多的泰式餐厅的料理我觉得这一家是我个人认为最正宗的一家。因为我吃那个连锁餐厅的泰式料理我会觉得有点咸，可是在这边吃到的，我觉得真的跟我去泰国吃的是蛮类似、蛮相似的，只是说在辣度上因为我个人喜欢吃辣因为可能为了符合我们当地人的一个口味，所以呢，它在辣度上有稍微做一些调整。那至于说酸度上呢，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呢，我认为如果喜欢吃泰式料理的朋友呢，你不妨来到这边来吃看看。这个主厨呢，因为他是正宗的泰国人，大家不妨来吃看看他所做的一个料理，真的还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难怪网络的声量评价会那么的高。感谢您的收看《方言大台南》节目，我是梁维珍，再会。